安祖，好。安祖，我想爱去屏东嘅六堆客家文化园区，嗰啲好了冇？好了啊。提嘅唔做得看到南北共用嘅神菜庙、主菜堂，未做得看到南北冇共用做嘅門臉麼？還有當到特色。叫人樣白去呢？請坐自強號到屏東火車站，3點轉坐台灣河行，就做得到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咧。請問下一班車係幾多點呢？請坐7點21分嘅班自強號。請問還有位冇？我要買一張全票。一下爭存到期票，太用21分鐘就會到屏東車頭。冇要緊，我要買一張車票。好，去屏東嘅自強號全票一張，48個元，也係100個元。請問地鐵幾多月台上車？請到5A 月台上車。我老講，下禮拜做得先去台鐵網站填有位嘅票。還好呢。請問拿票嘅時節，我帶乜嘅證件呢？帶哪個證件？無手護照，還有填票成功嘅電腦代碼，就做得拿票。我啲咧，也係哪個火車票？去屏東嘅自強號全票一張，數200個元，賺52個元。好，按住先。